国立台湾文学馆对暑假进前推出成为人以外的台湾动物文学特展，到目前吸引未少的大小朋友、动物迷，甚至文青前来。台文馆的馆长苏硕斌表示，其实动物伫人类的文学作品内底，从来毋捌缺失。对各种的动物图腾、生活写照、互动的情感，甚至拟人化的动物文学，拢写出人甲人以外各种的关照。即届透过新奇科技的装置，呼应横跨100年的文学篇章，要互民众无同款的体验。其实我是意外发现的，就是我老大跟老师有约，然后去参观别的展，然后我跟老二的话就来这边逛逛，然后就发现，这里有那个很可爱的动物文学，每一个图像，对，然后或者是每一个那个互动展，都超级有趣的，小孩超喜欢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背后这样的一个装置，其实呢，它就是我作为一个人，但是我在影像里面却成为一个动物。然后我们搭配了文学家所呈现出来思考动物在世界上的位置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换了一个位置，其实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可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，动物文学其实就是帮助人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成为更好的生物。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台湾文学馆参观。现场除了打造相当优美的互动展场，包括一靠近都有动物的声音呈现，甚至呈现动物对农业到工业时代扮演的角色演变，提供人类无同款的sen思，配合台湾动物文学特展。主办单位日前阁推出一把高达5公尺的大型剪辑品的艺术，由新锐插画者甲剪辑品的艺术家廖义成共同打造，以台湾黑熊、云豹、梅花鹿、甲石虎等10多种的原生动植物的花纹，编辑出都市中的山林环境。设计师阁特别留有网格甲走道，邀请观众会用的共同体验创作。现场充满科技甲杂足的疗愈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